闪开！福生，我命令你保护皇上。媳妇儿，老大，老大，媳妇儿，还犹豫什么？上！老大，老大，刀牌要画。让你保护皇上，不是让你打鳄鱼哥。你没事吧？福生，走！皇上，放开呀！老大，放我！皇上！哎，皇上！彭宇，开门！你们皇上！救命啊！你给我站住！站住！冯小姐，请不要挡路。你今天到我的店里来撒野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店里的损失纯属意外，我愿意双倍赔偿。谁稀罕你的臭钱啊！我以为你只是忘记了过去，没想到你居然变成了一个如此低级粗暴的人，居然干出这么卑鄙无耻的事来，居然今天还强抢小孩，你就是个不折不扣、没人性的大暴君！咱真是疯得可怕！你该不会是想以这种方式吸引我的注意，让我爱上你吧？王小姐，我告诉你，我不管过去怎么样，现在、将来我都不会爱上你这种人，因为我第一眼见到你，我就很讨厌。对了，你刚才说什么？说我强抢小孩？呵呵，开玩笑吧你？亲爹接自己的亲生儿子，你说是强抢？冯小姐，我看你的世界观真的是乱七八糟啊！你的失忆总是有很多原因，可是你现在已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，我对你来说也是个陌生人，我们两个陌生人根本没有任何感情可言，我不再会对你抱有任何希望，我们到此为止。哦，我真是谢天谢地，你总算是想明白了。以后别再缠着我，闪开！你怎么来了？你走了之后，我一直放心不下，就办了出院手续。没想到晚了这么几分钟，就让你受委屈了。结束了，全都结束了。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你为什么对我那么好？我哪里值得你对我那么好？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，只是因为喜欢你的长情，喜欢你的固执，喜欢你的坚强。就让我永远做你的依靠。
永远保护你，好吗？这个，莫非就是当今社会出的公告？我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寻找拓跋将军。真是快疯了！又被你这个呆子坏了我的好事。你这个善变的势利小人，刚才还说我英明神武，要不是我看在你上次救我的份上，身为一国之将的我怎么可能帮你呢？还嫌弃？哎呦，我叫鳄鱼，就是那个张大嘴巴可以吞掉一个人的鳄鱼。呀！哼！你上。你就是袁绍啊？好可爱哦！我是你的叶波叔叔，爷爷的叶，波波的波。这是图图，这是竹竹，乖乖就是图图，坏坏就是竹竹。这个笨蛋！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，怎么爱你都不嫌多。红红的小脸温暖我的心窝，点亮我心中的火。真的好可怜呀！这辈子都要和一群神经病在一起生活，造孽呀！造孽呀！看来我们需要一个女人。只要你乖乖听姐姐的话，姐姐就把整个玩具城的玩具全部买回来给你，还可以偷偷带你去见柳儿和峰峰。好。芬妮姐一直在联系我们，说黄辉在我们家门口被打伤了，很有可能她误会是我们打伤了他。我们家门口？哦，难怪这个疯女人狂说我品行低劣，原来她情人被打，想找人出气啊！都是在我们家门口埋伏打人的，实在放肆！鳄鱼，你立刻把此人给我查出来。好，我现在就去看监控录像。我不玩了，不玩了！我不玩了！把他抓进去！救命啊！抓住他！放我下去！放我下去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快点吧！来人呐！救命啊！来人呐！快开门！救救我！开门啊！
不行，不能掐！你别用指甲盖掐我！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我不掐，我不掐！我就不信我搞不定他。咦？哦？咦？哎，这要出错。那边。嘿嘿。嗯。我的古董花瓶！你到底想怎样？想怎样？我要听到2分的剑！不行，不要动这个狮子！一定是上辈子造的孽，一定是！谁来救救我啊？也不是没有办法，他就想